最深的海洋，到那最高高的山，万物都告诉我，神是爱。欢迎收听迦南之声。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8月12日，你说 You say， 我喜悦你的赞美。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撒母耳记下6章16到23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诗篇24篇10节。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约翰加尔文对敬拜，他有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敬拜神不可拘泥于言辞形式，乃在乎信心、希望和祈祷的生活。我们看到敬拜是将我们自己交在神手中，因为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就是要降服，全人俯伏在神的手中。每一个人对神的敬拜，神悦纳你的赞美，赞美是高举神。怎么样把这一位神他的荣耀，我们让他是高高在上，举起来他，举起我们的神。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 RPG 诗篇24篇，其实这个赞美是真的耶。我们如果来看这个，他用诗篇是篇来这样说：众臣们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的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感谢赞美主，我们这一位王，不是只是臣们看前面还讲这是在地和其中所充满，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将地建立在海中，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手洁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也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亲爱弟兄姐妹，每一次音乐牧师赞美我们的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音乐牧师这个马上很激昂我这个很奇妙大家都知道我曾经说过，我小时候讲话非常小声。那我哥哥就说：“你讲话再这样子你给他气狂买。”但是很奇妙我只要唱歌到那个教会里面，每次在唱儿童主日学唱敬拜时刻，我就很大声。可是亲爱大家，您知道吗？你听过音乐牧师唱歌以前更差了五音不全这个永远不在那调子上，不在那拍子上那个人就是我。但是你知道吗？我又唱得特别大声我就会被骂这个平常讲话那么小声，这个每次唱歌，尤其要去献诗的时候那个你总是特别大声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敬拜神、赞美神的时候，就会很激昂、很激动这个真的是不顾形象。那我刚刚当传道的时候，真的我也是这个敬拜的时候，这个我是全人真的是全人全心敬拜这位神，因为我觉得何等的感恩这位神是要我高举的当然就会
有的人看法不一样啊，这个你破坏秩序嘛，那个人家在敬拜好好的，你在那边大小声。所以我趁敬拜说，传道，你在敬拜这样看看，你给我气看买哈。我想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很贴切，这个让我回忆起这一段这个回忆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来到耶和华的约柜进入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哎呦，王怎么是这个样子啊？没歹宅哈，这个没有他的那个形象啊，怎么可以这样？我们看接下来说，众人就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篷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这些燔祭平安祭，就奉万军的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哇，这个真是叫宝来哈，一步一步也带领大家，这是分享的时候，所以他就分给每人一块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大家就回家了。大卫也回家要给这个眷属祝福啊。他的妻子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什么？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这个听起来很讽刺，很酸哦。大卫对米甲说：“这是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看重的是人的心，他知道我们的心全心在神，那么神会悦纳我们，他不会看轻我们所献上，他爱我们所献上的一切。当然我们对神的赞美没有拘泥，就像约翰加文亚敬拜没有拘泥言辞行事或在乎的，我们所要在乎是信心希望跟祈祷。当然礼拜有一定的次序，我们没有办法可能破坏次序，但是如果我们是专心敬拜这位神，神悦纳。我们知道吗？神看重我们，愿意我们全心全意打破我们的框架，来对这位神能够把它放在我们的生命中的第一个位置。我们怎么来敬拜我们的神呢？神要的是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的心意是让我们以神为中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是尊主为大，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神说，因为人只要被自己的能力甘心乐意去做，必蒙上帝的悦纳。上帝不会强求人做无法做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可以尽情来敬拜神，不管我们的声音是如何，但我们恐怕是没办法在台上带领敬拜的主领啦哈。音乐牧师就是没办法带主领的，但是神很奇妙哦。如果你11年前认识音乐牧师跟现在的我，你会发现我的音有被神调越来越准了哈。
是吗？如果有，这是神。神看重我们，我们不要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当然我们不能在那个主领的位置，但是我们没有害怕的心，来到神面前，呈现上我们所能的。神悦纳我们，神要对我们说，我很喜欢，我觉得你献上的喜悦，你乐意为我献上的赞美，服侍的心。神是这样看我们的，神是这样看我们做的事，不管我们用什么来敬拜赞美他，或许是做一些家事，或者是做一些画图做饼干，或者是我们服务，或者是我们写作，或者是我们即便唱歌唱不好听，但可以激励人。原来我能唱歌，而且我能够越来越好，这是因为神。做得不够好的事，在他神的面前，神都会说很好。所以我们来默想，我认为大卫对米甲讥讽的反应，表现出他怎样的信心呢？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神爱我们所献上的一切。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这么爱我们，你要接纳悦纳我们所献的一切，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按照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甘心献上，必蒙你的悦纳。主，你不强求我们做无法做的事，但主，当我们被感动做那个我们无法做的事，主，你都觉得很好，因为你看重我们的心。主，我们做的不够好，在你眼中你都说很好。谢谢你鼓励我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我们今天将自己献上，因为神爱我们献上的一切哦。我们明天见。